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业牧师。6月12日，从诗篇学祷告，将惊恐带进祷告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诗篇45到46篇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诗篇46篇10节。他说要停止战争，承认我是上帝。我在万国被尊崇，我在地上受敬奉。今天我们惊恐吗？还是这样说，我们觉得怎么样的情况危险让我们感受到惊恐？上次我们最惊恐的时候是什么时刻呢？施布真这位讲道王子，他有许多的经历，于是他对祷告呢，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他说过这样话，说只要我们有祷告，我们所有的危险都算不了什么。哇，我非常喜欢这句话，所有的危险都算不得什么的，只要我们有祷告。何以有这种信心呢？从哪里来的呢？当然是从上帝的话语，因为上帝的话语永远不改变，而且是几千年了。我们如果知道圣经是怎么来的，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能够读到圣经，我们真是一个有福的人呐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持续来看到诗篇亲爱的大家，我们会觉得诗篇好像一篇一篇很独立是吗？其实不然哦。其实诗篇如果我们整个来看，它是有个脉络的哦。至于怎么样的脉络呢？因为我是先卖个关子。我希望我们从慢慢的思索，像在拼图一样。这一次这10天或许我们因为牧师还不会说破，把梗给这个把雷到嘛或者是他们说破了梗我们来看看，给大家一个指引。我们诗篇有人把它分成5个卷5个部分，150篇里面。而我们现在从前几天的诗篇42篇开始，我们其实是所谓的卷2，诗篇的卷2。那么诗篇的卷2，我们来看看大部分是谁写的诗呢？好不好？我们有个好奇心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。而我们看到这个今天要读的45跟46篇，我们可以感受到，哇，这个好像是一个带给我们有一种好像是利未诗般的这个味道，对吗？我好像已经慢慢的说出那个透露出那个线索应该是说从42到43篇，我们如果把那背景移到以色列他们被掳的时刻，他们是求神来伸冤。我们从42、43今天读到45、46，就开始讲到预指着未来，预表着有一位主基督，他是拯救全人类的主，而他的职位是比世上任何君王更美的。当我们信靠他，我们会得着拯救，因为这一位受膏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要成为全地的王。46篇就论到末世大灾难会产生的大地震，但这个地震使得耶路撒冷城变成主基督的居所，因主要降临作王，做以色列人的避难所，全地太平，全地的人都要尊崇。当然，我们如果有一些对千禧年、对末后时代，
我们有一些兴趣或研究，我们大概知道，在启示录里面所讲到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在什么位置上呢？我们在这世上死了之后，主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跟他一起复活吧。而我们跟他一起复活的时候，今天的经文其实就已经讲到弥赛亚。我们知道吗？音乐家韩德尔他的弥赛亚神曲，哇，其实是跟今天我们读的诗篇是很有关系的。他感受到那个主的荣耀啊，所以他写到了那个弥赛亚神曲，说哈利路亚，君王中的君王啊，我们的主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啊。他在写这个圣诗，这个诗神曲弥赛亚神曲的时候，他写到天亮，而他的一个仆人送早餐进来，看他伏在桌上哭啊，仆人就上去关心他，说：“主人有什么伤心的事吗？”韩德尔他回答说：“哦，不是，我刚才看见神的荣耀。”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今天我们看到诗篇45篇，就是这种的荣耀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如果知道神的荣耀、威荣啊，我们真是知道要为将来主再来要好好预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主再来我们被提的时候啊，我们有没有在那里？你说我已经受洗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好好的读启示录，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被提的是那个得胜的哦，是得胜的哦。因为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啊，诗篇里面46篇是很恐怖的啊，因为主再来的时候会有一段很恐怖的事情，而那让我们感受到惊恐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，神让我们活在这世上，不是就过一天算一天，然后最后我们就走到人生最后，没有。46篇诗篇46篇再次来告诉我们，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，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一起来跟主来唱46篇，神就在其中，臣必不动摇。就像马丁路德，他跟他的同工其实受到很多危险，很郁闷很忧闷的时候，就如同43篇说：“我的心啊，为何忧闷？我的心啊，为何在里面烦躁？应该仰望神。”而马丁路德马上请他的同工说：“我们的心实在非常忧闷。”所以他就说：“来吧，弟兄啊，快来，我们一起来唱诗篇46篇吧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就是今天我们读的马丁路德和他的同工在最危险的时候，他们一起唱这首诗篇46篇，而他们得到最大的安慰是神在其中，臣必不动摇。如果我们灭亡了，然而因为基督在我们当中，他在我们中间，神基督与我们一同倾倒，但我们要说，我们宁愿与基督一同灭亡，也不愿与这世上的君王一起作坏沉沦。46篇今天我们所读到的是这么奇妙，是一个安慰跟鼓舞。其实诗篇46篇鼓舞了很多的人哦，其实拿破仑也是被鼓舞的。
到天一亮，神必帮助着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信心，不管将来遇到什么事，我们的主必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相信吗？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就真的是能够如我们今天所读的京剧 RPG 一样我们的46篇第10节其实是很经典的，我们常常说的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也被尊崇。很多人把它解释为我们要休息，其实在这原文的意思我们要更精准。这世上会有战乱，但我们的主他说要停止战争，承认我是上帝，我在万国被尊崇，我在地上受敬奉。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再怎么惊恐，我们知道天一亮，神必帮助这城。神若在我们台湾，绝对不会倾倒。天一亮，上帝的救援就要临到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默想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惊恐，我们习惯性怎么样来面对呢？我们今天透过读这些诗篇，我们在面对变化无常的人生，今天诗篇46篇给我们什么确据？昔日的神保护所选定的以色列，今日神如何保护我们这一群属他的儿女们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应允，你早就应允我们。你是和平的君王，你是万国的君王，你是万王之王。当我们被这时代各种的战争征战所感到惊恐，主，我们带到祷告中，我们就看见你是这一位应许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你是我们的平安所，是我们的力量。主，你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的城中，我们必不动摇，到天一亮，主，你必帮助我们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，今天不管遇到什么惊恐的事，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有一个稳定的力量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平安手，他是我们的力量。我们明天见。